台湾每12位时大着一个人，就有可能着这失智症，其中这阿兹海默症是上较接看见的。因为做这短暂的扫描，费用就要开7万块。即马这台北荣总和这南韩的汉阳大学合作，研究分析270位亚洲受试者，发现讲验血就当找出着这阿兹海默症的高风险族群，早期诊断的正确率有到93%。面对镜头，在阮直直讲，今年85岁的先生是阿兹海默症的朋友。去年到韩国旅游，意外找无路，和家属烦恼可能是失智的前兆，安排到台北荣总就医。因为量早诊断、量早治疗，陈先生的症状出现好起来。有没有人告诉你说你常常讲话都重复？有。他还这么讲，我自己不觉得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觉得我很健康啊。台北荣总表示，台湾每12位中者都有一个人可能有失智症。阿兹海默症是上常看的失智症，病因主要是甲大脑的类淀粉卵白出现异常累积有关系。过去需要透过 PET 静止短暂扫描，诊断费用达到7万，计小真贵。不过台北荣总甲南韩的汉阳大学合作研究发现，只要透过抽规丝丝的血验血就当找出阿兹海默症的高风险群，早期诊断准确率达到93%。觉得有家族史的人，或者是你真的觉得你的记忆力不太好的人，才需要去抽7万到1万的话，我们觉得是1/7的价钱。研究分析270位亚洲受试验者，韩国170名，台湾100名，包括有健康者、轻度认知障碍甲失智症患者。研究发现，血液中外磷酸化套儿卵白，甲大脑类淀粉卵白定节有高度相关性。刚才的那个比例，我们刚才看到93%，我相信它未来应该可以取代它的正确诊断。这项研究结果和阿兹海默症早期诊断有重大突破。部长联表示，未来只有重度风险个案才建议优先做 PET 扫描，也毋望未来调会会当提悬体检普及率作为第一线的检查工具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